弟弟，你今朝带罗达去啊？带是白是带对逃命。哦，说走就走，受了后人的逼浪。这样中了压力，谁赢一个？分享日会对于搿点人可以讲是完全卡满，别个为喊吃米饭台子快的。你等一下，一碗面点位置先得哈开，你看，搿个是闪光塔，哎挨到线是盘门。帮他们给镜子。好，谢谢。我不熏不难个，晓得你欢喜吃个。哎，面我倒是欢喜吃个呀。米面，那个面来味道完，但我小辰光就微信吃饭一样的。小辰光还是你要当个，但是现在现在吃面的了，也70多年了。那个就是熟人养的吧，从南吃得真熬上身了。店里个汤菜大得不得了，对比一下，看看一只茶杯，带对逃命。那个包裹我看里看出来的。嫩了个手。外婆，今天2位评弹老师有事儿来不了，楼下有很多您的粉丝，您可不可以跟他们唱2首？啊，我唱两句啊。好的。归公，风铃带金兵，下大雨，天秀不明。在他林荫作风一句，是大军语啊，此话上上。莫开